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arry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西灣河李景灣一個高層嘅海景單位，屬於三房間隔，實用面積有678尺。請大家跟我嚟參觀一下。李景灣嘅發展商係太古地產，1988年入伙，出名間隔實用，而且地理位置優越。單位前臨維多利亞港，面向鯉魚門嘅海景。前臨海濱長廊，單位可以享有永久嘅海景。客飯廳呈長方形，間隔分明。廚房嘅位置非常寬敞，有足夠嘅空間可以間出工人睡房。客廁設有企缸，亦都有窗，以便排走濕氣。三間房嘅坐向都係向東北，同客廳一致，望向維多利亞港。業主就將原有嘅三房間隔改咗做兩房嘅設計，合拼成一間巨型嘅主人套房。後面朝向柏架山西南，主人房設有大型嘅衣櫃，可以享有維港嘅海景。